高雄凤山有一间透天厝，有毒品贩子伫内底做毒品的咖啡包，因的制作甲包装拢是用自动化设备来做，提高生产的效率。目前检警嘛已经抓到5个毒品贩子，查到毒品原料相关的证物，已经甲因移送法办。警察总比这一转，破门入去抓犯人，向方看到警察入来嘛惊到，但来当互警察接获，因是毒贩集团。检警先经过几啊个月追踪，发现嫌犯利用红刷这间老厝做掩护，来秘伫内底制作毒品。贩卖毒品的主嫌张某，伊来租用这老旧的透天厝，为着要增加伊生产的效率，伊来引进一寡自动化的机械，来进行这毒品咖啡包的包装，来分装。原来这涂骹一包一包亲像咖啡包的物件，其实拢是毒品。因为着要提高生产效率，佮引进自动化机械，一天上悬会当生产8000包，内底制造人员一天薪水是8000块，是完全企业化经营。毒品贩卖地点大高雄地区是拢有。伊所强调的就是伊的品质介好，卖长货。伊咧贩卖毒品的地区。规个大高雄地区拢有，阮专案人员几啊个月会来跟踪、来调查，来进行搜索，来甲破这个贩毒的集团。警方伫现场查到毒品甲自动化机械、现金等等证物，5个嫌犯依法上班，嘛呼民众毋通因为好奇去食毒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